盡識佢哋嘅掌聲，因為今次都係小朋友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表演咋。除咗用相機記錄小朋友表演之外，大家都不妨用多啲鼓勵嘅眼神俾佢哋，為佢哋打打氣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先請 PNA 第一組嘅小朋友過嚟表演啦。佢哋表演嘅歌曲叫《栗子樹下》。家長再同小朋友揮揮手啦，打氣支持一下喎，亦都可以揮動咧你手上嘅星星棒，係咧俾少少支持同埋打氣俾佢哋。都係咧唱歌跳舞好開心咁樣㗎，跟住我哋就向難度挑戰，咁咧都俾啲掌聲啊！我哋嘅樂器掌聲係